哋呢度咧好多尤其是怡保區呢度啊，大多數嗰啲都係廣東人咯。喺前往霹靂洞嘅車上，司機係一位中年嘅華人女士。佢話佢祖籍係廣東，阿公阿爺嗰代已經喺馬來西亞定居。呢度嘅華人雖然喺中學階段之後咧，大多數係轉向馬來話同埋英語教學，但係喺屋企咧就依然係堅持講自己嘅家鄉話。佢話學會唔同嘅語言可以令到自己走得更遠，但記住家鄉嘅語言係唔會忘記自己係從呢一度出發嘅。行入霹靂洞，首先感受到嘅係山體本身。石灰岩洞高聳，天然岩壁呈現出歲月侵蝕嘅紋理。洞內中央供奉住一尊13米高嘅釋迦牟尼坐像，喺天然嘅岩壁襯托之下，佛像顯得更加莊嚴。但係霹靂洞唔單止係佛教場所，亦係一座中國書畫嘅寶庫。迴廊同埋洞壁之間有大量嘅書法題字同埋楹聯，其中就包括咗蔣中正題寫嘅壽字、胡適寫嘅法語軍瞻、于右任草書嘅心經，以及張大千嘅水墨作品。洞窟空間同埋書法藝術結合埋一齊，形成咗一種好特別嘅文化景觀。山體本身已經足夠安靜，喺呢一度自然地貌同埋華人移民帶嚟嘅信仰同埋藝術疊喺一齊，